一、二、三，唔通问我对爱的感觉，痴痴是阮的命，明知海水袂干，石头袂烂。甘愿为爱牵挂，唔通问我对你的感觉，讲是阮的命，明知多情无奈，痴情的海，心无意愿在。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李明阳老师的作品，想你的心软软啊疼。来，单个刮破给我后来，我们就来开始唱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周伟杰原唱刚刚介绍过李明阳老师，这是2023年11月17日首播的新歌来，这首一首降 A Myla 的歌 ，Myla 我们知道这首歌的最后一个音如果是拉，来看一下。逼车的歌没人听，果然是拉的哈。这首歌的最后一个音，如果是拉那我们就说它是 Myla 小调的歌曲那小调的歌曲呢我们刚刚看它是降 A 降 A Myla 就是我们找到 A 降一个 key A 在这里对不对 ？A 在 A B C A 在这里 A 降一个 key 的这个音呢，我们要唱拉。那为什么？因为它是 Myla 的歌曲，刚刚我们看过科普，最后一个音是什么？最后一个音是拉所以最后一个音是拉。那同学问我老师，那他拉在降 A， 那他的哆在哪里来跟大家报告，请大家手上有笔的话，顺便做一下笔记。我们从 Myla 就是拉，要去找哆，请升3个 key。好，那我们从阿拉伯数字1、2、3、4、5、6、7就看得出来，升 key 一定是6、7往越高的地方就是升，所以刚刚说拉在哪里拉在降 A 这里降 A， 那要升3个 key， 升1到拉，升2呢到降 B， 再升第3个呢到 B， 所以这首歌同时也是 B 大调你也可以叫它是 B 大调。为什么？就是 B 这个音要唱多，那它的拉在哪里？在降 A。来，我们回来看歌谱，看老师有没有记错。果然有啦在这里降 A 买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降 A 那个音要唱拉所以它是哆在哪里？它是哆在 B。好，来停来对不起，还没讲完来这里呢40拍子，这个小节有这一首歌呢，一个小节有4拍那个速度要唱多快呢？1分钟有77拍几分钟唱77拍那么快啦。所以你手上如果有节拍器呢，你就可以给它调到77就不要去列速度唱遐紧来停停停咪啦啦咪瑞哆咪西西啦啦2停停停咪啦啦咪瑞哆咪西啦啦2来，唔通问我对爱的感觉空耳口的音，请爱注意，台语歌空耳口的字呢，拢爱唱闭口音，唔通不止闭口，根本没打开口，好不好？感觉就真的要闭口来，汤有附点，汤是第4拍，1、2、3停，前半拍要停，后半拍才唱咪，停停停停咪啦啦咪。汤1拍半，因为它有附点，所以这个问呢就是第2拍的后半拍我一拍对爱你一半我一半咪啦啦咪瑞哆咪西啦啦，来我们唱歌词。唔通问我对你的感觉，感有2个音来，接下来下一行了，哆啦哆嗦哆嗦
多半拍，多说啊，两个字啊，只有半拍，是阮啊。阮啊，这个阮呢哈，是阮两个字合起来才半拍啊。哆啦哆嗦咪，哆啦哆嗦瑞咪二三瑞啊，这个是阮啊，是阮两个字啊唱半拍，可是再延长半拍，然后呢啊，那再延长的这个半拍是前半拍，所以它的后半拍是瑞啊，下面啊七。啊，起是阮的命，再一次起啊，起是阮的命，阮哎，阮后面还有半拍，起啊，起是阮的命，命有滑音，请把这个瑞要唱出来啊。我们在唱歌谱的时候，瑞咪啊，这个歌瑞不用唱，可是唱歌词这个咪。喵，要把滑音带进来。好了，好，我们继续。瑞咪发发咪发咪咪拉哆二来，明知海水未干，石头未烂，搁一届来。瑞咪发发咪发二咪咪拉哆二，明知海水未干，石头未烂，明知海水未干，石头未烂，石头啊，建议这个头呢要加个滑音哦，来，明知海水未干，石头石头石头未烂，哆啦哆瑞哆西西二三牵挂，哆啦哆瑞哆西西二三。甘闭口，甘愿为爱牵挂二三，甘愿为爱甘爱，哎，我都有转音，都有滑音，对不对？甘愿为爱牵挂二三，好，接下来。来主歌第二段来，唔通问我对你的感觉，哎，这一句的旋律呢跟第一句完全一样，只有歌词不一样。第一次问唔通问我啊，对爱的感觉；第二次对问呢，问我对你的感觉。来，咱唱看卖来。听唔通问我对你的感觉，来讲啊讲是阮的命。第一遍呢，七啊七，第二次讲啊讲，后边拢共款来。讲啊讲是阮的命，瑞咪发发咪发二咪咪拉哆二，明知多情无奈，痴情的海，明知多情无奈，痴情的海，是瑞哆是啦啦二三，是瑞哆是啦啦二三，心无疑又冤在啊冤在啦，心无疑冤在，心无疑冤在二三，来，我们从头来从头把主歌连起来，来，一、二、三。唔通问我对爱的感觉，痴啊痴是阮的命，明知海水袂干，石头袂烂，甘愿为爱牵挂二三。唔通问我对你的感觉，讲啊讲是阮的命，明知多情无奈，痴情
的海，心无义怨在。咪嗦啦啦嗦啦啦哆西西啦嗦啦，咪嗦啦啦嗦啦啦哆西西啦嗦啦。啊，日夜思念，口语口啊是闭口音哦。的歌，日夜思念的歌，又搁唱甲扫声。好，搁一摆来，日夜思念的歌，又搁唱甲扫声，唱甲加一拍，唱甲扫声，唱甲扫声，唱甲扫声，日夜思念的歌，又搁唱甲扫声，嘞哆瑞。瑞咪嗦嗦啦咪二三，想你的心软软啊疼，想你的心软软啊疼，想你的心软软啊疼。好，前面那一句来接来，日夜思念的歌，又搁唱甲扫声，想你的心软软啊疼。好，继续来，梦中思念的人，有缘无来入梦，咪嗦啦啦嗦啦啦哆西西啦西西啦嗦啦，咪嗦啦啦嗦啦啦哆西西啦嗦啦。你看，梦中思念的人来。梦中思念的人，有缘无来一梦。梦中思念的人，有缘无来一梦。瑞瑞咪嗦嗦啦嗦咪咪啦，瑞瑞咪嗦嗦啦嗦咪咪啦，笔册歌无人听，听笔册歌无人听，停。唱到这里呢，第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我们间奏七小节，接下来继续停停停。要什么？哎，反复记号，来看一下反复记号在哪里呢？哦，在第一排啊，在第一小节的啊，所以从头又通问我啊，又通问我，又唱到呢，笔册的歌无人无人这个小节只有高帽子1跟3，那2在哪里？2在下面，所以这里笔册的歌无人，请跳最后一行，无人听，无人听，日夜那个听第二遍的时候，听是2拍，然后停1拍。哦，那第一遍的时候呢，听是2拍，然后停1拍，然后接下去间奏7小节。第二遍听是2拍，然后马上要接日夜，然后要旋钮，日夜在哪里？哦，要接副歌啊，要接副歌来，我拉给大家看，在这里要接副歌。所以我们刚刚已经逐字逐句的教唱了第一遍，我们现在就来唱第二遍，然后连旋钮副歌啊，然后这样唱的旋钮副歌唱到这边呢，笔册的歌无人听啊，到这里 FINE 啊，第3遍才有唱完啊。好，我们就来唱第二遍连第3遍啊，来第一遍、第二遍来在这里来啊，这里这样汤就要接最前面哦，来笔册的歌无人听啊，然后间奏7小节，1、2、3，通问我对爱的感觉，痴是阮的命，明知海水袂干，石头袂烂，甘愿为爱牵挂。2、3。
唔通问我对你的感觉，戆啊戆是阮的命，明知多情无奈，痴情的海，心无义愿再而三。泪水也，日夜思念的歌，又搁唱甲扫声，留你的心软软啊疼。梦中思念的人，犹原无来日放，入切歌无人听。日夜思念的歌，又搁唱甲扫声，想你的心软软啊疼。梦中思念的人，犹原无来日放。来，后面是什么？同学问我说必差是什么？必差，必差就是这个，比如说头发分叉是什么？就是必差啊，必差就是分叉，分叉，哎，可不是分叉的歌哈。必差歌无人听，无哦哦啊。来这里还有半拍在人听，必差歌无人听，停。好，这样子这首歌呢，想你的心软软啊听啊，李明阳老师的作品啊，就给大家唱到这边。这首歌呢，作词作曲是周伟杰老师唱做的真好听啊！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欣赏一下李明阳老师的歌声啊，再回来练唱，我就觉得更好听啊！这首歌呢这个给大家介绍啊，那个同学呢敲碗已久了，很想学这首歌。OK 那个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给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订阅、按赞，并记得打开小铃铛当有新作品的时候呢就会叮叮叮来提醒你另外呢，欢迎大家到影片的下方，超级感谢给他点下去，给岳云老师抖内有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岳云才能制作更多的好唱、好听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首想你的心软软啊听，都跟大家介绍大家，下次再见，我们拜拜。